早知就出錯，為何情我的客題極快活？被牽引那些失控無助，齊提我別過火，情在不歸路前不必給我援助，齊提我。齊放災禍，情欲走走蔓延繼續尋食我。繞字係需要有啲客觀條件嘅，梁美芬議員唔需要太過努力。點解唔笑嘅老公？梗唔笑啦，兩個單車搏緊命，你喺度上緊網翻去啦。除非你 share 出嚟俾 friend 咧，笑完你又唔 share 出嚟。出嚟睇到㗎，呢個主場新聞啫嘛。咁人哋睇唔到啊嘛。啊，唔係《蘋果日報》嘅梁國雄。望到你那些失控無助，齊提我別過火。情在不歸路前不必給我援助，齊提我齊放災禍，情欲走走蔓延繼續尋食我。齊提我。明白苦戀中頭好景不切就做，誰陪我懸崖飛咗，從幻想生下來你必成受我。屈辱羞恥大屠殺粉碎等等。哇！60蚊贏3萬啊！英國球迷買中7-1波膽，60蚊贏3萬啊！有幾個嘅？60蚊贏3萬，即係500倍啫喎！冇人買嘅。嚇？呢個機會點止5分？機會真係50萬分之一添啊！哇！點解德國人咁冷血涼薄刻毒啊？點解巴西球迷半夜倒抽不止1口，而是7口涼氣？你翻幾分薄面贏3-4球就收手啦！不過德國係冇做錯，他們只是貫徹自己的足球哲學。戰術上快速、整體，但壓力強；心理上嚴謹、集中，從不鬆懈。咁啊係啊！係啊，最尾嗰球幾好，把得幾好。啊！之前巴西咁多球都把得唔好。如果咪一贏咗波就放屁，所以德國人係呢啲咁啊紀律強。